曾經我哋以為每日能夠平安返屋企係好平凡嘅生活，然而一場大火令到整個城市突然之間停咗落嚟。喺煙火同埋灰燼之後，我哋忽然之間明白，原來每日能夠平安返屋企係幾咁不平凡。原來生命從來都唔係理所當然。原來我哋經歷嘅每分每秒都好珍貴。其實無常唔係恐怖，而係提醒我哋可以去珍惜、關懷，喺每一刻活出愛同埋清明。喺呢一場災難之中，有好多人走咗，可能係父母、孩子、兄弟姊妹、朋友、街坊，佢哋嘅名我哋未必全部都知道，但係佢哋嘅離去係我哋共同嘅傷痛。而家讓我哋為佢哋低頭默禱，願佢哋喺另一個世界安息，離苦得樂，亦都願佢哋嘅家人、朋友喺悲傷之中仍然可以感受到溫暖同埋支持。願佢哋感受到原來光同埋愛其實冇遠離任何人。我哋往往喺最黑暗嘅地方最容易睇到光喺邊度。當災難發生，大家並冇沉默同埋冷漠，反而有無數人自發咁樣企出嚟，送食物、衣物、被，有人通宵整理物資，有人喺臨時避難所協助分流，有人設立志願者登記，提供心理支持，有人捐款，有人捐血，有人搭建支援平台，有人提供住宿，有人幫忙運送物資，幫助動物，幫助傷者，幫助失去家園嘅人。呢一啲都唔需要法律強迫我哋去做，而係只需要我哋香港人嘅一顆願意互助互愛嘅心。咁樣嘅守望相助，係我哋城市香港最溫柔嘅底色。喺最深嘅悲傷入面，我哋願意彼此支持同埋擁抱。呢一場火燒掉咗我哋嘅一部分冷漠，亦都重燃咗我哋之間嘅溫度同埋彼此嘅連結。我哋可能會想憤怒，想質問，點解有人會咁？點解事情會變成咁？點解香港會發生咁嘅事？但係憤怒、仇恨、指責，好容易令我哋掉入另一種黑暗入面。而呢個並唔係重建，亦都唔係療癒。我哋要選擇另外一條路，用慈悲去回應恐懼，用溫柔去回應失去，用守望去代替仇怨，用心靈嘅平安去回應呢一場混亂。讓我哋將心收返嚟，從仇恨之中抽離，將恐懼變成愛，將絕望變成光。而我哋內心嘅平安，就係對呢個世界、對呢個香港最大嘅貢獻。而我哋一顆穩定嘅心，就係送俾嗰啲喺混亂當中嘅人最好嘅禮物。所以我哋要喺呢場風暴當中穩住自己，然後先至可以更加有效咁樣去幫助其他人。另外，從靈魂嘅角度去睇，呢一場大火唔單止一次意外，而佢更加似係一場集體嘅召喚。我哋每個人都好似一點燭光，當一點燭光熄滅，我哋睇到嘅唔單止一種失去，亦都係一種召喚。召喚我哋去覺察、去回應、去承擔、去點燃他人嘅燭光。我哋每個人唔單止係香港嘅一個個體，亦都係呢片海洋嘅水滴，彼此相連，互相影響。我哋嘅恐懼、無知、冷漠、過度匆忙、疏離感，都係集體潛意識入面嘅陰影，造成我哋嘅共業。而今次事件係呢片海洋俾我哋嘅鏡子，係讓我哋反省，我哋過去係點樣對待自己嘅生命，點樣對待其他人嘅生命。我哋有冇因為效率而忘記咗溫柔咁樣看見彼此？
我哋喺香港有冇活得越嚟越抽離？而呢場火嘅發生，讓我哋心痛嘅同時，亦都喚起咗我哋對呢個城市同埋對呢個城市入面嘅每個人嘅愛。我哋終於看見彼此，我哋伸出雙手去感受彼此嘅溫度。我哋真正覺察，我哋互相都需要對方嘅愛同埋關懷。呢份需要唔係懦弱，而係我哋在乎，我哋願意去愛。呢個係靈魂嘅力量，亦都係愛嘅力量。好多香港人因為呢場火而心碎，同時記得碎咗嘅地方，光先至可以透進來。所以呢個係我哋集體靈魂嘅召喚，讓我哋活出愛。重建唔係淨係靠大工程、大政策、大聲音，真正嘅重建係從每一顆心開始，從每一個日常開始，係當我哋多一句關懷，多一句問候，多一次停落嚟，多一次伸出援手去幫助其他人，係當我哋喺身邊嘅人身上睇到生命嘅尊嚴，係當我哋喺陌生人嘅身上仲能夠揾到同理同埋溫柔，讓我哋喺失去之後用愛同埋守望揾翻彼此嘅連結，揾翻內心嘅平安，讓我哋喺灰燼入面播下一顆顆光明嘅種子，靜候佢發芽成長。願我哋嘅心唔再恐懼，願我哋嘅手有勇氣伸出去，願我哋嘅城市唔會因灰燼而沉默，反而因愛而重生。願逝者安息，願傷者康復，願生者心懷慈悲。願我哋彼此都能夠成為彼此嘅光。呢個唔係結束，而係一個新嘅開始。喺無常之後，讓我哋一齊回家。願每一個人都平安。